除了掠走私以外，即马嘛共款爱来掠诈骗。伫花莲呢，是有一个富人人去到银行领100万的现金，讲要互伊的孙仔来做投资。另外呢，咧大棒呢嘛是有富人人共款是领1800万的现金，这用途是交代无清楚。落尾警方介入发现讲，这拢是投资型的诈骗。喂，佑兄啊，那邮局不相信我，叫警察了。向天邮局柜台头前的富人人，因为一摆要领200万，一写讲要互孙仔买厝，一写讲要互孙仔投资股票。警方到场了，要求10人提供身份证明甲汇款账户，10人煞无法度交代。富人联系其诚信直指，电话中有人说辞反复，且富人所出4支手机投资平台疑似假投资 APP， 经远警耐心劝说，富人使之险遭诈骗。同款是紧急组织轰炸，进前台北市警方才对银行通报一个阿嬷要领1800万现金，讲要投资房地产，却无法度交代具体投资者的资料，不过行员一直口劝提醒阿嬷无相信家己可能做到诈骗。投资目的是什么？那你现在说那个，他们觉得很奇怪。如果是确定那一个标的的话，比方说他明天要投标，那我有很多方案啊。没有。警方表示，诈骗集团定利用假检警、假亲友、假投资者为说，互老大人受骗。根据打造其标版的详细统计，投资型诈骗目前是第一关的诈骗的方式，一直欠关。今年4月份，警方就受理超过3100件，财损金额45亿8000多万。呼吁民众，尤其厝内底有老大人要投资的时阵，请反复查证，或者是卡165反诈咨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